今天是刹车事件4周年纪念日，在此向事件中无辜被中共政府杀害的民族烈士祈祷，以及被中共政府无辜抓捕入狱的民族英雄深表敬意。2014年7月28日，喀什刹车县埃里西湖镇维吾尔群众对中共政府的民族歧视、种种不合理政策安排提出抗议时，却遭到中共政府的血腥镇压、屠杀。官方对外界公布死亡人数是96人，可据现场目击者透露，据不完全统计，实际上死亡人数已超过2000余人。对此，东突厥散新闻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利里·卡尔喀西发表声明称，近2年，东突厥散人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种族大屠杀。4年前的刹车事件就是中共政府对维吾尔民族进行种族灭绝计划的一部分。现特别呼吁世界各组织、公众就中国入侵者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伤天害理的行为加以制止。博讯新闻网7月27日报道，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将在8月10日至13日审议中国履行消除种族歧视公约的情况。中共政府在1981年就签署并批准了此公约，但从未履行过。中共政府对待新疆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以及西藏的政策，长期以来遭到国际人权组织的谴责。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25日发布报告，新疆维吾尔人在2017年遭遇刑事逮捕的总人数超过2016年的近8倍。2017年，新疆以刑事罪逮捕的人数占全中国同类人数的21%。大纪元7月27日报道，7月26日下午1点左右，美国驻华大使馆前发生了爆炸，很多现场民众拿出手机摄像和拍照。北京国保局便衣警察在现场绑架了一位与他人分享爆炸现场视频的汉族女士。遭众人质问时，警察谎称该女士是自家人。很多媒体记录了这一荒唐的一幕。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在2017年与2018年同期相比增长了6.4%。当局预测石油产量增长了1%，天然气产量增长了0.8%，但事实证明更多。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长在与民众的会谈中对此表示，到2025年，石油产量将增加到1.04亿吨。犹太定居者在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一个巴勒斯坦村庄开辟了一些土地。负责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巴勒斯坦政府官员表示，一群犹太定居者放火焚烧了那不鲁斯南部的村庄。7月27日晚，15年一遇的火星大冲震撼上演，这是本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月全食，长达时间1小时43分钟。月食是一种天文现象，当地球运转到太阳与月球之间时，遮住了太阳照在月球上的光，从而出现月食。